举办迈入第10届的台湾国际纹身艺术展，去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停办。今年虽然疫情有趋缓，但是国际之间的互动交流还是因为疫情而受到限制。主办单位决定改变活动形态，3月19到3月21，在高雄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第1届2021刺客方舟纹身博览会的赛事，吸引国内200多位纹身高手参赛。台南市纹身职业工会理事长陈国斌对于策展人陈运泰长期投入纹身艺术的推广，表达万分感谢。在我们国内就是常年这样将近有连续10几年的一个我们非常感谢，就是说高雄在一个主办单位人首席纹身陈运泰先生，他在这2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又停摆1年的时间。那在今年，他以非常高规格的模式管理方式就是配合政府的所需求的要求的防疫的一个过程都是做得非常严谨，非常的完美那在这里，然后让大家就是能够让全国的业者朋友们能够齐聚在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以及活动的地方在这里非常感谢他。台南市纹身职业工会这次由理事长陈国斌率队前往高雄参赛，也拿下了20面奖牌的肯定。我们工会这次差不多将近有20店家参与这次这个全国性的一场展会。那在展会上，经过评审委员方面的一个评委方面我们这次在应该是以团队来说的话，我们得到最高的就是总成绩有20面的奖项。这次的比赛，理事长陈国斌除了自己拿到最佳彩色大图的奖项，更难得的是，他店里的成员更是得到首届最佳写实大图以及最佳新人奖的荣誉。因为我要谢谢主办单位高雄首席纹身，然后举办这一场纹身展会，然后就是让我们业内所有的同仁能够一起参加，然后也谢谢他们这3天的辛苦，就是维持展会的流程秩序什么的，然后感谢每一位评审老师。台南市纹身职业工会理事长陈国斌表示，今年6月与9月分别在台北与台中都有举办纹身比赛，他也会带领工会成员前往争取荣誉，希望改变一般民众对于刺青的既定印象，持续为纹身艺术推广做努力。台南市纹身从业人员加油！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OK， 好，谢谢。